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啦，又係我明天哥翻嚟講一啲日本嘅 N-Scale 最新預定品資訊啦。今次講下啦，Tomix 同埋 PON PON Delta 喺2025年嘅6月份有啲乜嘢新嘅 poster 出街嚟吧？咁啊同以往一樣啦，繼續影片之前啦，記住訂閱我嘅 YouTube 頻道同埋 follow 我嘅 Facebook page， 仲有 Instagram 啦吧。咁啊自從卡土喺月頭咧參加完呢個台鐵便當節嗰日出咗 poster 之後咧，咁啊其實大家都留意緊，剩低嗰幾個品牌幾時再掉嘢出街嘅，咁就其實咧就好似之後咧嗰個禮拜三咧Grimace 就掉咗張 poster 嘅，唔係3張 poster 添啊，咁啊跟住反而另外同一時間好似PON PON Delta 就忽然間話佢又有嘢出街，跟住另外之後到禮拜四啦12號嗰日咧。Tomix 就搞佢定期每個月一次嘅 YouTube online 發佈會啦，咁就Grimace 嗰堆嘢就比較多嘅，所以就我留翻下次先講。咁啊，今次講咗 PON PON Delta 同埋Tomix Cat 嗰啲先。咁啊 PON PON Delta 咧，咁啊今個月就出2張新嘅 poster 嘅，咁啊就第一樣新 item 咧。聽完之後，大家都拗爆頭呢個19D 貨櫃啊！呢隻JR 貨物最 common 最經常見到嘅貨櫃Tomix 卡土咧兩大巨頭都已經用一紮相關製品出街緊，我哋 PON PON Delta 搞啲乜鬼嘢咧？咁啊，今次佢一次出一大 lock 咧，就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噴嗰個光油嘅厚薄程度啦，咁啊就模擬翻呢一批貨櫃新落地用到咁上下曬到啞晒色，不同程度嘅新舊款，咁啊俾大家撈埋一齊嚟玩啦。咁始終你正常一抽貨列唔會成辣都係全新貨櫃啊嘛，點都有幾隻係曬得特別殘嘅嘛，咁樣所以PON PON Delta 就睇準咗呢個貨櫃嗰個象徵嗰個市場咧，咁就出一堆唔同色澤嘅貨櫃俾大家任君選擇，你中意點樣溝點樣砌，任得你玩啊！但至於另外嗰張 poster 咧，咁其實係某款已經推出過嘅產品咧，有啲細節上嘅變更嘅。咁呢個Osaka Metal 同埋佢前身大阪市營地下鐵嘅66係咁界根線8卡 set 嘅。咁其實呢套咧舊年年頭先至正式出街嘅地鐵車輛咧，咁今次又出4套product嘅。咁其中2套咧就係現役Osaka Metal年代嘅編組啦。咁今次佢嘅selling point 就係去車頂個天線真車有變更有更新，跟住而家模型又話出翻嗰個樣啦。咁另外佢有部分即係中間動力卡嗰啲電機組件又話原來有生產商產品嗰個分別咧，所以就個外觀有啲唔同。今次又話整翻個新嘅床板帽。俾翻呢套新製品咁話啦喎，咁另外仲有2套咧，就係民營化之前咧呢個大阪市營地下鐵年代嘅產物嚟嘅。咁其中一套係更新車，一套係原裝車啦，咁樣就同而家嗰個樣最大分別應該係佢嗰個logo 上嗰個分別啦。咁先前出嗰度咧就係即係民營化之後嗰個樣咧，其實響車每一卡側邊咧大過呢個Osaka Metal logo 嘅。咁今次出翻都即係市營版嗰個年代，咁當然個 logo 又轉翻啦咁樣。咁今次真係呢套反而純粹真係印刷上嘅變更嚟嘅。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咁其他嗰啲相關特色就係嗰啲咩即係啲頭尾燈咩標識燈嗰啲，其實同上一版差唔多嘅。咁反而呢一套咧就唔似得之前嗰套 Kiha 189咁樣側邊路線牌加翻個着燈功能嘅，所以呢套嘢其實係冇加到改良品3個字上去，就係咁嘅原因嘅。咁就我真係純粹翻帽嘅翻啤嘅成分比較多，咁所以
今次 Puma Delta 就冇幫佢再加啲新零件或者內籠新設計，所以真係同先前嗰套差別就相對比較細嘅，所以如果先買同我一樣舊年買咗第一批製品嘅朋友咧，其實今次真係可以 skip 㗎啦，除非你想買多幾套個樣差唔多嘅東西翻屋企擺嘅啫。至於Tomix 同埋 Tommy 踢咧，今個月就真係似乎爭少少啦。咁我望真啲，我就算計埋 Tommy 踢的話，1、2、3、4，話6樣嘢嘅啫。咁2樣 Tommy 踢，4樣 Tomix，話少到1個點啊！真係。講咗 Tommy 踢嗰2款先啦。其中第一套咧就其實都出過好多次嘅呢個靜光電鐵 A3000型今次出呢個係彩繪版啦，Cernova Train 嘅彩繪嘅，呢個 Cernova Train 咧其實就係主要係推廣呢個所謂無形之鄉靜光園嘅一個廣告嚟嘅，即係其實靜光園對即係大家對佢嘅印象可能真係呢個小丸子個作者鄉下甚至係出wasabi 生產地咁樣嗰種啦。但係咧就某間就以2粒星做 logo 嘅模型公司咧，個總部長成靜光園嘅，再加埋每一年咧有最大型嘅模型展咧都係喺靜光園度搞，所以咧就有呢個模型之鄉嘅講法，其實都有一個都算合理嘅。即係靜光市嗰邊，即係為咗推廣啲觀光成嗰啲，就忽然間諗到用整模型砌模型呢家嘢嚟做宣傳手法，其實都合理嘅，所以變咗就衍生咗呢個關於砌模型嘅彩繪列車出嚟啦。講模型嘅廣告列車點會唔整翻個模型嚟搶你錢啦？係咪先？所以今次就促成咗呢套 Tommy 嘅製品嘅出現啦。但係呢個廣告會唔會響另一個有出 A3000嘅品牌度出現咧？比較難講。即係上次嗰個咩我的英雄學院嗰個動漫彩繪好似都暫時都仲係 Tommy 踢獨市嘅對家，好似我唔知傾唔到拉伸定冇諗住傾啦所以如果呢啲咁嘅特別彩繪車咧有 Tommy 踢都係買咗先，我覺得穩陣啲。至於另外嗰套 Tommy 踢咧，就都算係呢個品牌嘅老朋友小丑鐵道 Kiha 28型嘅兩卡 set 啦。今次製品化嘅對象係205同埋213呢兩部嘢嘅。小丑 Kiha 28咧，其實第一次搞製品化，其實可以追溯到2011年嘅第13彈嗰度啦。就當其時就出後期型嘅，跟住即係今次213嗰一個版本啦。至於前期型咧，好似其實205呢架其實已經喺之前嗰啲兩卡 set 度出現過啦。今次前後期撈埋一齊嚟出咧，Tommy 踢又揾到啲新嘅元素。幫佢搞製品化，就話塗裝上有更新啦，跟住喺車頭加翻個車隊編號嗰啲咁樣嘅字眼嘅。其實小丑即係Kiha 28咧，就已經60年代頭啲設計嚟嘅。佢嗰個車底結構同埋車身大部分設計都係沿用翻國鐵Kiha 20嗰個草圖改出嚟啦。都算係國鐵Kiha 20嘅乳房表親嚟嘅。佢即係行咗成60年咧。當年整咗14架，而家都仲有10架行緊。就算當年即係小丑鐵道依家響日本各地都收集啲Kiha 40翻嚟，就取代緊佢哋。但係都嗰個睇佢哋咁樣換車進度，應該都仲有一段好長嘅時間行
就我諗應該2030年之前都應該仲見到佢哋嘅。咁但係即係呢批車講緊都就嚟70歲都嚟緊的話，其實即係隨時一日唔見晒都唔意外，所以Tommy 踢呢個時間幫佢哋再假設就揾可能真係趁呢批車差唔多退咁就叫做個紀念咁樣啦。咁反正出咗新嘅塗裝加埋新嘅標記嗰啲擺位設定，其實都係一個製品化商機嚟嘅。嗱，今個月 Thomas 嗰邊咧，咁得4款新製品嘅啫嘛，一套國鐵，一套絲鐵，一架機頭同埋一隻油罐嘅。咁就講咗油罐先啦，呢個 Taki 1000嘅 Cosmo 石油私有化版本啦。Taki 1000咧，其實就係即係而家 JR 貨物現役最新款嘅油罐車啦。同國鐵年代嗰啲油罐車最大分別就係佢個轉向架設計咧，咁就可以承受更加高速嘅運轉啦。隻轉向架咧，佢就話係based on Cockpit 100型，即係JR 貨物自行研發嗰隻貨版嘅轉向架衍生出嚟嘅型號嘅。咁就運轉速度咧，咁就提高到時速95公里。咁其實如果同載客列車嚟講，應該比較算係慢嘅。不過咧，如果同之前啲舊國鐵嗰啲罐車嚟比較咧，咁就算係有所提升㗎啦。咁就變咗呢隻Taki 1000就成為咗JR貨物而家最活躍群組最大嘅一堆油罐車啦。咁就其實除咗 Cosmo 石油之外，其實都有另外其他公司都有購入呢一批 Taki 1000作為佢旗下運送燃油嘅貨卡咁樣啦。但係同一抽油罐貨列咧，可以有幾隻唔同公司嘅 Taki 1000撈埋一齊嘅。所以今次Thomas 出呢架 Cosmo 石油嘅Taki 1000咧，就唔出套裝啦，散卡一隻咁大把啫。咁就變咗你可以同先前出嗰堆咁樣撈埋一齊嚟玩咁樣嘅。咁佢用即係拉呢堆 Taki 1000嘅機頭咧，其實都有好幾款嘅，有呢個咩EF210啊，甚至 EH200啊、EF65嗰啲都有嘅。咁就其實變咗玩油罐貨列，其實都冇想象中咁單調啦。如果你咁樣講的話，至於隻機頭咧，唔好意思啦，咁同今次頭先講嗰隻 Taki 1000咧，就完全冇拉楞嘅，因為呢隻機頭活躍嘅路線咧，就嚴禁任何易燃物品進入嘅，所以咧就基本上呢架機頭係冇拉過 Taki 1000嘅。講到呢度，大家都應該估到係講我嚟緊介紹邊一架啦。呢隻屬於 JR 貨物嘅 ED79型50番台啊，呢個青鹹隧道專用嘅貨物機嘅。相對由 ED75型改裝嘅0番台或者100番台咧，呢批50番台咧就話 JR 貨物自行生產製造，亦都係唯一一款完全新造嘅 ED79嘅。今次 JR 貨物出嘅呢批79咧，外觀上同國鐵嗰紮比顏色最算係最主要分別啦。另外佢嗰個車身編號，即係車卡編號嗰個設計啊、把位嗰啲咧，又有啲唔同嘅。另外有一個相對睇相咧就冇咁明顯嘅差別咧，就係佢嗰個車頭擋風玻璃咧0番台或者國鐵型留低嗰紮咧，就擋風玻璃係垂直嘅。咁但係50番台呢一隻咧其實原來佢擋風玻璃係有少少傾斜嘅，所以但係今次Thomas 咧都有做到相關差異，即係成個帽其實都大執過嚟嘅。其實之前Thomas 都出過 ED79嘅50番台啦。咁但係今次除咗換摩打換
車鈎之外咧，咁啊有一個都比較大嘅改進就係嗰個號碼牌個尺寸啊、起帽方法都完全更新咗嘅，咁啊就相對之前嘅產品咧，咁啊今次ED790 50翻台嗰個號碼牌尺寸咧就縮細咗啦，叫做貼近翻真車尺寸啦，同埋嗰個窿位咧就都有調整過嘅。咁啊，至於個牌本身咧，嗱，如果有玩開Tomix 機頭嘅朋友咧，或者係玩日本 NCL 機頭玩得耐嘅朋友仔都有印象啦。佢號碼牌個零件咧，個水口位咧就響嗰條牌嘅兩邊，咁又修剪咧就其實都幾花功夫嘅，因為好經常性就會即係落刀位置有少少偏差咧，分分鐘成個牌都total loss 唔要得嘅。咁啊，但係今次呢隻 ED790 50翻台個號碼牌咧，咁就變咗而家最新嗰隻設計咯，咁就將個水口就收咗喺個牌後邊。雖然咧變咗Tomix 佢整號碼牌個組件咧用嘅膠料就用多咗，咁但係咧就出嚟個效果就比先前好好多啦。咁啊，即係大家安裝個難度都相對比較低。咁啊就如果先前冇買到呢一隻 ED790嘅朋友仔，其實可以考慮下今次新版本嘅。不過講開呢架 ED790咧，咁啊原來出年咧2026年咧就係呢個津輕海峽線啦，即係青岩隧道嘅在來線定期客運咧就廢止10週年嘅。咁啊就係 Tomix 過去呢幾個月咧，原來有幾套產品咧同呢樣嘢有拉楞有相關嘅，咁就包括第一彈啦，呢個全新嘅789係零翻台 Super 白料，第二彈呢個JR 東日本同北海道都有供應車廂嘅寢台特急北斗星運成編成，再加埋第三彈呢個450係3000翻台清新車，呢隻特急白料嘅更新版。再加埋今次嘅 ED790咧，原來第4彈嚟嘅，咁就 Tomix 就話其實成個系列咧就總共有5彈嘅，咁啊第5彈咧下個月就正式公佈㗎啦。咁啊雖然冇講係邊款，但係我諗緊會唔會關呢架嘢事咯？即係嗱真車今個月就正式退役㗎啦。咁啊但係即係Tomix今個月就冇話幫呢款車搞呢個咩告別套裝啊成嗰啲咁，但係會唔會咧就即係下個月整先嚟一套呢個先後座嘅告別套裝當順便慶祝埋紀念埋呢個津輕海峽線廢止10週年咧，一雞兩味咁話咧，一箭雙雕咁玩咧咁樣講有啲合理，不過咧最後真係睇下個月 Tomix 玩啲咩花款啊！剩低得2套產品未介紹啫，咁啊2套都電車嚟嘅，一套係私鐵，一套國鐵，一套新車，一套舊車。咁啊講套舊車先，103係黃綠色嘅高運轉台 ATC 車7卡基本 set 同埋初期型非冷房嘅3卡 set 啦。點解會係出呢個冷氣基本 set 再加非冷氣嘅中間卡增熱 set 咧？咁啊原來同今次出呢套製品個主題有啲關係啊！今年2025年咧就係呢個山手線通車運行140週年，再加埋旗京線運行40週年紀念啊嚇！咁啊點解同呢套咁樣奇怪編咗啲關係咧？因為原來喺80年代啦，咁啊就山手線嘅103係咧就仲未完全空調化嘅，咁啊就當其時咧有部分編組咧就係即係山手線換咗 ATC 線路系統之後咧，咁就頭尾各3卡就換咗對應 ATC 嘅車卡啦，咁啊新做順便做
加埋冷氣嘅，中間嗰4卡咧就 keep 翻最原裝冇冷氣嗰個樣，所以6+4嘅混合編組啊，奇怪咧，更奇怪就係山手線103係俾205係趕走之前最後嗰班告別編組咧，即係話掛晒 headmark 同你講拜拜嗰組咧，都係呢隻6+4混合編組嚟嘅。我唔知今次 Thomas 嗰張車翻刮貼會唔會出翻呢個編組啦？如果係嘅都幾好玩嘅。咁啊就頭先講啦，咁冷氣卡同非冷氣嘅係6+4，咁但係今次出呢個7卡基本 set 點搞咧？咁啊原來咧就基本 set 咧就係出有冷氣嗰6卡，再加埋一架冇冷氣嘅Saha 103，中間冇拖卡嘅，咁啊另外嗰3卡真結 set 咧就係剩低嗰個2卡冇冷氣嘅摩哈103、102 MM unit， 同埋另一卡Saha 103嘅，咁樣加埋咧就變咗就係山手線同埋旗京線喺80年代中後期嘅6+4混合編組啦。咁啊今次 Thomas 就除咗呢個山手線旗京線之外咧，咁啊另外再提供一隻玩法嘅，咁就原來都係嗰個年代啦嚇，咁啊喺呢個橫濱線咧，咁啊因為佢有巴士直通京濱東北線咧，咁啊順帶又要玩呢個 ATC 嘅，咁啊同樣玩法啦，咁樣頭尾2卡再加埋個動力 unit 就變咗做新製冷房車兼容 ATC， 咁啊但係橫濱成7卡嘅啫嘛，咁樣你咁樣整法？即係得翻正中間嗰卡唔使換啫，咁啊成個編組 exactly 就係基本 set 呢個6卡冷氣加1卡熱狗嗰個玩法嘅，咁樣即係代表乜嘢咧？你買套基本 set 就已經等於橫濱線嘅80年代編組啦，咁啊 Thomas 亦都即係隨車附送咗一個全新起模設計嘅橫濱線103嘅專用嘅頭牌啦，咁啊仲要特別強調翻，比之前中央快速嗰塊牌再巨型啲，直頭響官方資料度2塊牌拍埋一齊做比較，你使唔使玩到咁詳細啊，大佬？嗱，至於最後介紹嗰套新車咧，其實今年年頭先落地嘅，仲要整咗一抽咁大把，就呢個阪急新2000係第一編成嘅4卡基本4卡增結啦。阪急呢家嘢咧好似 Thomas 第一次搞啫，咁啊所以上個月啦喺靜岡模型展擺 booth 嗰陣時，就首次公開咗呢個製品化決定嘅消息啦，再加埋一個噴咗阪急嗰隻啡色嘅50係車卡個帽喺度，就俾啲入場人士睇下 Thomas 溝出嚟嗰隻阪急嗰隻啡色油同真車似唔似啦？咁就不過講開呢款車啦嘛，就其實咧就呢隻阪急新2000係啦，咁就屬於本線寶涌線神戶線嗰邊運行嘅最新型號通勤列車嚟嘅，都話通勤其實特急班次都係佢搞嘅，咁樣就對應嘅京都線嘅同型號，即係雙胞胎兄弟咧，嗰隻2300咧就卡土出咗啦，咁就講緊今個月尾就正式派街，咁啊反而本線嗰架咧，咁啊就俾 Thomas 攞嚟出啊，即係今次呢個操作又比較奇怪，我就完全唔知佢哋點玩，咁啊不過唔緊要啦，反正卡土都唔會搞寶涌線啊本線嗰堆車咁啊，你玩嚟玩去都係京都線嗰邊嘅，咁就順帶講下啦嘛，今次Thomas 出完咗新2000係之後咧，數下原來
四大品牌啦 ，Tomex、Kato、MA、GM， 我計埋 Palm Delta 啦，再加埋 Tommy 睇啦，6個日本 N scale 嘅主要生產商咧都有出過板級嘅喎。咁啊，除此之外，咁啊有即係呢6個品牌都有幫佢搞製品化嘅鐵道公司咧。暫時我諗到應該就得JR 西日本同 JR 九州嘅啫。仲有近鐵啦嚇，咁啊計埋，咁啊得4間公司即係批個 N scale 嗰個 license 俾曬6間主流生產商，其實話都算係一個紀錄嚟嘅。不過講開板級嗰啲車咧，咁啊其實咧板級就有一個特色就係佢車頭咧，咁啊佢嗰個燈號咧，亦都代表咗佢運行嗰個列車種別嘅。例如就特急咧就下邊標識燈兩盞全開啦。咁啊如果係單邊眼咧就係咩準急啊嗰類嘅。咁啊兩盞標識燈完全唔着咧，就代表係各站停車嗰啲班次嘅。咁卡到同 MA 咧就冇諗過呢個問題嘅，淨係得着燈同熄燈嘅啫。咁啊唯獨是 GM 啦，最新出嘅嗰批編組，即係1000啊、1300啊，同埋更新咗嘅8300咧，咁就佢嗰個 Light Unit 咧就做咗個標識燈嘅開關，就獨立控制左右兩粒標識燈着唔着嘅。咁啊嗱，今次 Tomex 咧就抄翻 GM 呢個 concept 喎。咁啊都響官方資料講明啦。咁啊呢架新2000型個 Light Unit 咧，亦都有標識燈嘅開關掣，仲要係左右各自控制嚇。咁就即係睇嚟 Tomex 即係見到 GM 咁做都整到個效果出嚟就大眾接受咧，咁啊照成佢一般嚟用嘅。咁啊另外啦，咁啊嗰個方向幕展示咧，咁啊其實就一貫 Tomex 玩法就係好似201系啊，甚至係新嗰啲首都圈通勤車一樣。咁啊一份預先印刷咗總面同目的地嗰啲膠粒咧，俾大家替換嘅。咁啊除咗路線目的地之外咧，咁啊今次板級新2000今次呢個 pass 咧，就另外掹多個專用特製嘅 head mark 俾大家黐上去。因為呢抽車今年新落地嗰段時咧，就掛咗個專用嘅嗰個 head mark 出嚟，就同大家介紹翻呢家係全公司最新型號新2000係第一個編組。直至即係講開呢款車截至拍攝期間咧，都仲係得呢一個編組嘅啫。傳說中第二編組咧整緊年，預計秋天落地正式做生意啊嚇。所以呢抽車暫時都仲係獨一無二嘅。咁啊 Tomex 會唔會之後出埋其他版本啊？甚至可能係出一個好似 GM 咁出一個自選車翻版本咧？唔出奇嘅喎。或者到時可能睇下第二編成落嚟之後，同今次製品化呢一抽第一編成有冇啲細節上分別啦？冇嘅話咧，咁啊真係有好戲睇啦噃。嗱咁就講晒 Palm Delta 同埋 Tommy Tech 嗰堆嘢啦嚇。咁就你問我今次呢堆嘢有啲咩期待咧？Palm Delta 嗰兩款就大阪地鐵咧，我諗其實都唔差嘅。不過可惜啦，我舊年嗰套我已經有響手噶啦。咁新嗰兩套暫時都冇咩意欲入手。咁至於 Tomex 嗰方面咧，咁你4款車咧就機頭貨卡嗰啲不嬲，我都係麻麻地。103係咧，雖然新手至於103係出 high grade，其實都 OK 嘅，我都可以接受，我有興趣。不過咧
我話比較喜歡十卡全冷嘅，咁啊呢隻混合編成咧我就興趣一般般，唯獨是個板級2000咧，咁啊我先前就儲過京都線嗰堆啦，咁樣就本線嗰集就真係反而就興趣一般般就但係我比較期待 Thomas 嗰隻板級嘅顏料同其他幾個品牌比較邊隻最接近真車？嗱，暫時嚟睇咧，我眼見就卡土嗰隻咧就色澤相近得嚟，就都有佢拋光反晒光嗰種效果。不過咧卡土永遠都係衰喺啲白色位手上嘅，咁啊佢車頂啊車頭嗰啲白色位咧，永遠都係米色黃色咁樣，好奇怪嘅。反而睇下今次Tomix 出呢架板級新2000，車頂嗰笪白色同真車爭幾遠啦。咁就今次就講咁多先，咁就之後應該會講翻 Tomix 唔係 Greenmax 嗰4張 poster 嗰啲新嘢啊，都係一見到即係嗰堆嘢即係數量多到我有少少頭痛啊！真係下次先再講啦，係咁啦，拜拜。